为了牺牲而应现，国语精经必心田，手抱合同回李天，回天明报敬平年。正道书，中华民国180年最初朋友，6月7日伊用成，吴安母，因女因皇道菩萨，因王母分别来帝王大会万会菩萨，将一行大梵于天，安息在好恶的自然中，你已经成道了，永生在无边天，一贯道人间如何性长爱雄，点传师我全体道亲，抛着满腔哀痛的心情。在庄严个别式教中做最后的小结，我们感谢上天慈悲，降下救世菩萨，延天大道，受你净化。你在这苦海中游荡，了解天道宝贵，亲口自述，开示佛道。下心潜修，跟随点传师讲道有言，换课人生，以坚定的毅力与勇气，为了奔波劳碌，任劳任怨，不辞辛劳，堪为和合人之典范例，一生辛苦。一路体系和谐，一生无畏的付出，诚心修办道，为道接风沐雨，上山下顶，下海志愿，度化兄弟姊妹，来陪和谐。以千果的行仪，秉承之因慈和爱，父亲子孝。疼惜护贵，待人成本，和睦邻里，利乐善好施，因为道场牺牲奉献，迎接亲人与道亲的肯定赞美，以归公道，面貌安详，心暖如喜喜如生。亲像饮水在母亲怀抱中，为求道、修道、成道，做最后的见证。这就建立了我们的信心。证明一个人只要求前天大道，并勤加修持，度化众生，就可超生了事了，并往生弥勒净土，解脱轮回。愿老母的慈光普照你，使你应领最高的境界，富极离天，并庇佑你家人平安幸福。亦所有亲朋戚友，会当事事如意，道场道门方便，故安抚。真如金风道菩萨，与平年平年，功德圆满，老母丹书下教为天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
请你安息吧。碧阳天道道史上，你将永远万古流芳，万古流芳。一贯道兴业，如何圣堂爱上？严凡师因公出国，代表正道人万千去引证，天运中华民国186年岁次丁酉6月初8日。敬礼行。